各位香港街坊睇過嚟啦，總價只需要22萬，你就可以喺中山最核心個區域1+1北貨商場上櫃攞低一套單位啦，而且係帶埋全裝修嘅，仲送埋全屋嘅家私家電。你唔置嘅話咧，仲可以攞嚟出租，收入咧有1500蚊至2000蚊一個月嘅，而且係非常之省嘅。你睇下佢樓下衣食住行全部齊全，仲有食肆街啦、飲奶茶啦、食烤肉啦，呢啲都係有嘅。可以咁講，買得呢個屋苑嘅，翻到嚟你就唔使擔心冇嘢食冇嘢玩啦，而且翻香港係十分之方便嘅。屋苑樓下就有直通巴士，翻到香港太子荃灣站，揸車嘅話呢30分鐘翻到深圳，1個小時翻到香港。咁依家揾埋榮仔買樓，榮仔仲送埋全屋嘅家私家電。再重申一下，呢個屋苑係非常之有性價比嘅，等下榮仔就會帶大家睇一睇噶啦。嗱，咁依家過到嚟示範單位啦，佢係30平方嘅一房一廳一個衛生間，總價只需要22萬。左手邊咧就係光濕分離嘅衛生間啦，做埋光濕分離嘅，麻雀雖小五臟齊全。仲有咧，攝影師睇下佢呢個交付標準，所見即所得，1米半嘅大床，同埋空調、窗簾、背景牆呢啲全部都係做好晒邊啲嘅。其實呢個屋苑咧，阿榮就真心推薦嘅，因為有啲街坊咧，同仔啊，我有20零萬嘅，可以翻嚟大陸買啲邊啲樓啊，又想自己唔想攞出太多錢嘅，又可以有得住嘅，又可以出租嘅，咁呢個屋苑係最適合不過噶啦，因為佢的而且確，佢一落樓就係商場，衣食住行樣樣齊全，而且佢個位置咧都係非常之優越嘅，30分鐘深圳，1個小時香港，係位於深涌通道出口嘅大二站。實在講嘅，因為好少有啲公寓就有騎樓啊嘛，你睇一睇騎樓，擺翻大眼仔，上面裝會熱水爐同埋晾衣缸都係冇問題嘅。咁左手邊咧就係廚房啦，麻雀雖小五臟齊全，因為係有分體式嘅，就到時候咧就唔使有油煙味飄入嚟啦。其實講真嘅，呢個單位咁抵嘅，你自己買翻嚟唔住咧又可以出租。收益有1600蚊至2000蚊一個月嘅，就實在講。仲有揾到榮仔買樓送埋全屋嘅家私家電啦，包埋契稅啦，日後嘅手續跟進啦，辦居住證啦，呢啲都係冇問題嘅，榮仔都係做得到位嘅。而且嘅話咧，有啲香港街坊如果係睇啱呢個屋苑咧，就可以喺 WhatsApp 下面個按鈕點入榮仔嘅按鈕，榮仔 send 一份詳細嘅資料俾你。榮仔仲有車派你哋，榮仔仲有車上香港接你哋過嚟睇樓，係全程唔會產生任何費用嘅。